各位觀眾，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嘅8月9號星期日，呢一節係 HKTCS 嘅每週天氣節目。今日就係極端酷熱嘅天氣啊！咁係打破咗多項嘅歷史高溫紀錄㗎。咁現時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㗎。喺錄片時間9點半啦，香港天文台嘅氣温係33.1度，相對濕度係56%。咁而整體嚟講，今日算係乾熱嘅。首先睇一睇香港天文台嘅特別天氣提示啦。熱帶氣旋白海豚正係橫過浙江並且係移入內陸，其外圍下沉氣流會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二繼續為本港帶嚟極端酷熱嘅天氣，部分地區嘅氣温達到37度或者以上。市民請留意身體健康狀況，多補充水分同埋做足防暑嘅措施，避免戶外劇烈運動。如果出現頭暈、頭痛、嘔心、氣促、神志不清嘅症狀，都要立即求醫休息同埋求助嚇。預料星期四同埋星期三高溫天氣仍然持續㗎。咁喺高空擾動嘅影響底下，本週後期華南係有驟雨，而高溫天氣略為緩解嘅。今日嘅高溫天氣呢，同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相關。白海豚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嘅熱帶氣旋啦。如果我哋睇翻衛星雲圖呢，就可以見得到呢，白海豚呢，佢環流係相當之巨大，覆蓋咗台灣，亦都覆蓋埋啦呢一個嘅華東嘅大部分地區啦，以至係東海、黃海一帶嘅。咁而佢呢，即將呢，就係喺呢一個溫州一帶呢係登陸㗎啦。咁隨住佢登陸，佢會橫過浙江啦，並且移入內陸㗎。咁而白海豚為我哋帶嚟嘅極端酷熱天氣呢，係令到香港係破咗紀錄㗎。咁而首先睇一睇香港天文台呢，錄得嘅最高溫嘅紀錄啦，其實就喺2017年，香港天文台曾經錄得30.6度嘅高溫。咁而喺2026年今日呢，就係突破咗呢個36.6度嘅高溫咧，咁就直接香港天文台喺今日啦嘅下午呢，係最高錄得36.9度嘅。咁而見得到呢，去到新界北部呢，大部分地區都係錄得超過37度嘅高溫嘅。咁而特別喺上水呢，今日係錄得39.8度嘅高溫。咁我哋可以睇翻上水嘅歷史最高溫歷史記錄啦。咁上水錄得嘅最高溫度係39.0度啦。咁而呢個香港境內嘅最高溫度呢，個記錄都係39.0度。而今日呢，上水直接係錄得39.8度，係創下歷史嘅最高紀錄之餘呢，係比起歷史嘅第二高係高出0.8度嘅整嚇。咁所以呢，可見呢今日啦嗰個嘅天氣係真係極端地係酷熱嘅。咁而呢一個嘅極端酷熱嘅天氣呢，就同呢一個嘅下沉氣流所帶嚟嘅絕熱增溫係相關嘅。咁亦即係代表住當空氣下沉嘅時候呢，空氣就會被壓縮。咁而呢個壓縮呢，就令到嗰個嘅氣温或者係個粒子內能有所增加，咁令到有個增温嘅情況嘅。而下沉氣流呢，亦都抑制咗嗰個嘅雲雨嘅發展嘅。咁所以我哋喺呢一個嘅衛星雲圖當中可以見得到呢，香港同埋周邊地區呢係萬里無雲嘅。其實就係因為呢個下沉氣流呢，係令到空氣有所下沉，抑制咗上升氣流嘅活動，導致咗呢我哋呢一個廣東沿岸呢係非常之晴朗嘅，係非常之晴朗，亦都呢係冇嗰個嘅高溫觸發嘅雷雨天氣，因為個下沉氣流比較強勁抑制嗰個上升氣流發展。咁而當然啦，未來嗰幾日呢，隨住呢一個嘅熱帶氣旋移入內陸啦白海豚移入內陸啦，咁仍然會受到佢嘅下沉氣流影響，仍然呢係會係高溫嘅。但係呢，不排除係會有高溫觸發嘅雷雨啦，局部地區性嘅大雨雷雨呢係影響到本港同埋華南沿岸地區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呢嗰個嘅天氣概況啦。強颱風嘅白海豚已經減弱成為一股颱風，喺下午嘅9點鐘，白海豚集結喺南昌以東約4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浙江並且移入內陸嘅。咁而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將會係大致天晴，聽日嘅最低氣温大約30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咁展望呢，星期二仍然係極端酷熱，隨後1-2日高温天氣持續。
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略為緩解嘅。咁我哋可以睇一睇未來嗰個嘅降雨預報嘅。咁受到白海豚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啦，廣東沿岸地區呢，仍然咧係會有一個普遍晴朗嘅天氣，但係不排除局部地區有一啲嘅高溫觸發嘅雷雨㗎。咁隨後呢，去到本週嘅中期呢，我哋附近啦有機會係落翻少少雨啦嚇，嗰個天色係會稍為轉差啦，受到西南氣流嘅影響。但係呢，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左右呢，即係週末期間呢，我哋係會受到高空擾動嘅影響。咁屆時呢，我哋嗰個嘅天氣呢，係將會係即係雲量就會係有所增加啦，同時呢，我哋嘅高溫嘅情況呢，係會有所緩解嘅。咁喺西北太平洋，其實除咗有呢一個嘅熱帶氣旋白海豚之外呢，係仲有兩個嘅熱帶氣旋嘅，分別就係分別就係疲勞啦熱帶風暴疲勞啦，同埋熱帶風暴燦紅嘅。咁我哋可以睇翻香港天文台嘅概率預報。咁其實咧根本上疲勞咧，咁就會係所謂一隻遠洋嘅風咧，會向偏東嘅方向移動，東南偏東嘅方向移動啦。咁就咧係喺呢個嘅對於西北太平洋嘅環西北太平洋咧個影響唔大。咁而燦紅咧，預料佢就會係向呢一個嘅東北方向移動咧，隨後西北方向移動咧，隨後採取偏西嘅方向移動咧，對於日本啦係構成一定嘅影響嘅。咁而最主要啦，其實個影響咧都係白海豚，因為白海豚嗰個環流係相當之巨大啦。從衛星雲圖亦都可以見得到咧，佢嘅環流咧係覆蓋晒黃海、東海、華東、台灣呢一啲嘅地區嘅。咁而當佢移入內陸嘅時候咧，同佢相關嘅雨帶咧係將會緊隨先後咧為華東啦、華中啦同埋華北咧係帶嚟呢一個嘅極端嘅降雨嘅。咁所以未來一個禮拜咧先後華東、華中同埋華北咧有部分地區嘅廣泛地區咧都會受到呢一個白海豚殘餘嘅雨帶所影響嘅極端降雨所影響嘅。咁所以大家係要留意啦。如果有親戚係住喺呢一啲華東、華中、華北呢一啲嘅地方嘅話咁而另外呢，我哋可以睇一睇未來香港嘅天氣情況啦。咁先睇一睇呢嗰個熱帶氣旋概率預報啦。咁白海豚將會呢就係逐漸呢係移入內陸並且減弱，但係佢嘅雨帶仍然係會為多處嘅地方帶嚟極端嘅降雨啦。跟住隨後呢，喺呢一個嘅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呢，有機會有一啲嘅熱帶擾動嘅發展嘅。咁都係8月下旬嘅事啦。咁可以見得到呢。呢一個就係歐洲中期預報中心嘅 Tropical Storm Probability 嘅，去到8月17號至8月24號期間呢，喺南海嘅北部呢，有70%至80%呢會有一個熱帶低氣壓或以上強度嘅熱帶氣旋啦發展嘅。咁亦即係表示呢，有機會喺呢個嘅8月中下旬呢。香港華南沿岸啦，或者係南海北部呢，受到一啲嘅熱帶擾動所影響嘅。咁但係始終一啲中長遠嘅預報呢，個不確定性係比較大。但係總而言之呢，我哋嘅高溫而且大致上天色良好嘅情況呢，係將會持續一段時間，但係去到週末期間呢，係結束啦。咁去到8月16、17號嘅時候呢。去到週末嘅期間呢，受到高空擾動嘅影響呢，嗰個嘅天氣呢係將會係變得不穩定嘅。咁同埋高溫嘅天氣會有所緩解啦。咁所以呢，總括嚟到去講呢，喺9天天氣預報當中，亦都清楚指明到呢，聽日同埋後日呢個日間仍然係會極端酷熱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要進行一啲戶外嘅活動嘅時候呢，都係記得係要補充充足嘅水分避免中暑。如果呢，亦都係盡量避免係進行一啲劇烈嘅一啲嘅戶外活動啦。咁嗰個高溫天氣喺呢一個極端酷熱嘅天氣會喺本週嘅中期開始呢係有所緩解嘅。
咁而去到週末期間就進一步呢個係稍微去到緩解啦，咁可能嗰個最高氣温係落翻去一個炎熱嘅水平啦，咁就所以整體嚟講呢，大家係要記住未來嗰一兩日仍然非常之熱啦嚇，咁所以真係要補充水分，做好防暑嘅措施啦。咁今日嘅天氣就講到呢一度啦，咁祝大家未來嗰一個禮拜呢係健康愉快，再見。